正如你提供的研究中所概述的那樣，日本一直在積極制定應急計劃，以應對千島海溝和南海海槽帶來的重大地震風險。下面我將根據現有信息和研究背景總列現有的應急措施，然後討論可能存在的差距和可以推斷出的改進措施。由於你的問題涉及上述研究，我假設你指的是這兩個地區的洋細地震風險和預測。地震監測與研究。自2019年以來，已在海底安裝了 GPS 衛星觀測點，以追蹤板塊運動，每年8厘米的聚合。計劃在十星附近設立新的觀測點，以加強數據收集。這種持續監測旨在改進地震概率預測並提供早期預警。政府和大學，例如東北大學和北海道大學，進行了為期5年的研究，以評估海溝發生9級地震的可能性，從而加強了防範力度。海測防範，當局已模擬了最胚情況，估計9.3級地震可能在襟裳町引發27.9米高的海測，在川路引發20.7米高的海測。這些預測為疏散計劃和基礎設施加固提供了參考。北海道的地方政府已經指定了疏散路線和避難所，但具體容量並未在你的摘要中詳細說明。歷史教訓：17世紀的地震為當前的規劃提供了參考，重點是為罕見但毀滅性的事件做好準備。30年內發生8.8級以上地震的概率為40%，這促使人們開展災難演習和公眾意識活動。疏散計劃，內閣府已確定有超過66萬人可能需要從關東到九州的太平洋沿岸撤離。目前指定的撤離中心僅能容納42.2萬人，容量缺口凸顯。高風險地區的市政府，例如伊勢市、松阪市、靜岡市，負責準備疏散路線和避難所，但根據最新調查，只有不到一半的市政府做好了充分準備。政府警告和警報。日本氣象廳 JMA 根據地震活動發布警告，例如南海海槽地震額外信息公佈，於2024年8月7.1級地震後首次發佈。這些警告敦促居民保持警惕並準備應急包至少1週。對最近的地震事件，例如2025年1月九州發生的6.6級地震，進行評估，以評估特大地震風險，並根據需要發布臨時警告。基礎設施和經濟緩解。政府估計南海海槽大地震將造成169.5萬億日元的直接損失和50.8萬億日元的經濟損失，20年內的長期損失可能達到1.24萬億日元。應急計劃包括加強關鍵基礎設施，例如豐田的愛知縣設施，和確保供應鏈安全。2011年東北地震後，核反應堆，例如九州和四國的核反應堆，受到安全監控。最近的事件中沒有報告重大損壞。宮中準備，鼓勵居民儲存食物和水，1週內每人每天3升，固定家具，並通過地方政府和國土交通省提供的危險地圖了解疏散路線。防災措施，日本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，這推動了一項國家戰略，其中包括地震研究促進總部 HERP。該總部每年更新地震災害模型。2019年的 HERP 模型將南海海槽地震發生概率在30年內提高到70%至80%。歷史經驗：2011年東北地震47萬名撤離者，和1995年阪神地震31萬名撤離者，為大規模撤離物流提供了參考，但能力仍然是一個挑戰。儘管與許多國家相比，日本的計劃更為健全，但研究也凸顯了日本的弱點，指出有待改進的領域包括疏散能力不足。南海槽66萬名潛在撤離人群中，只有42.2萬人可以得到安置，超過23.8萬人無處可住。擴建臨時避難所，例如學校、社區中心或模塊化單元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千島海溝具體避難容量尚未公布，但北海道人口稀少，資源有限，
在農村地歐預先部署物資可能會有所幫助。準備程度差異。據內閣府稱，南海槽城市中只有不到一半已做好準備，對各市鎮的準備情況進行全國審計，並對落後地歐提供資金獎勵，可以加快進度。村路等遊客密集的地歐需要量身定製的計劃，因為遊客，例如來自香港的遊客，可能缺乏當地知識，多語言標識和應用程序可以彌補這一差距。海斥響應時間。27米高的海斥可能在幾分鐘內襲擊北海道，南海最嚴重的30米海浪可能在短短2分鐘內襲擊。根據2024年日本氣象廳的估計，沿海地歐的垂直疏散結構，例如海嘯塔，可以在無法進行水平疏散的地方挽救生命。經濟韌性。預計的巨大損失表明，需要分散工業中心來降低供應鏈風險。可以考慮為將關鍵業務遷往內陸的企業提供稅收減免。公眾疲勞和懷疑。頻繁發布警告，例如2024年日向灘地震後，可能會降低人們的敏感度，因為一些專家認為這種可能性仍然很低，例如每日風險1%。在警報與清晰、可操作的步驟之間取得平衡，而不是模糊的警告，可以擁持信任。根據研究，綜合計劃可能包括短期1至5年，通過改造現有建築和部署移動避難所，將疏散中心容量提高50%。沿着兩條海溝安裝實時海斥傳感器，並與手機和警報器的自動警報相連。每年在全地歐範圍內進行模擬9級地震和海斥的演習。中期5至10年。在脆弱的海岸地歐建造100多座海斥疏散塔，優先考慮襟常、川路和南海熱點地歐，如高知和靜岡。對北海道和南海主要歐域的84000棟存在抗震風險的建築物中的80%提供抗震加固補貼。長期10至30年，將20%的關鍵基礎設施，如發電纜、供纜遷移到內陸，減少遭受海斥的影響。開發一個由人工智能偶動的預測模型，整合 GPS 數據、歷史模式和實時地震活動，以細化超出當前估計的概率。日本潛對千島海溝和南海海槽的應急計劃非常先進，充分利用了尖端科學和過去的經驗。然而，威脅的規模，北海道可能造成10萬人死亡，南海海槽可能造成23萬至32.3萬人死亡，需要彌補避難所容量方面的差距，加快市政準備，並加強快速反應基礎設施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任何具體措施，例如海嘯塔或經濟緩解措施，請告訴我。